香港每10個人就有6個人可能有三高：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。如果冇處理，可能會變成心臟病或者中風。如果你係1988年或者以前出世，親人伴侶又有慢性乙型肝炎嘅話，你可能已經被傳染而唔知道。慢性乙型肝炎可以變成肝硬化，甚至肝癌。政府首先推出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反應踴躍，現時已經恆常化，亦同時推出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計劃。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主要針對糖尿病、高血壓同高血脂嘅檢查和診症。只要你係45歲或以上嘅香港居民，從來冇確診過高血壓或者糖尿病，就可以參加。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計劃參加資格有以下4個：第一，1988年或者以前出生嘅香港居民及第二，家人、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子女或者性伴侶係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及第三，從來冇確診過乙型肝炎，亦都冇病徵，以及第四，從嚟冇完成整個乙型肝炎疫苗接種程序。費用係幾多呢？政府資助下嘅參加者需要支付共付額。心血管疾病風險因素篩查多於120蚊，乙型肝炎篩查多於180蚊。進入治療階段之後，每次睇家庭醫生嘅共付額，政府建議係150蚊，而特定名單內嘅血壓藥、糖尿病藥、乙型肝炎藥等不另外收費。合資格人士可以前往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登記成為會員，加入醫健通，報名參加計劃，同埋自行揀選家庭醫生，早發現早治療，俾自己同家人一個安心。詳情可以參閱醫務衛生局網頁。